哎，我一边来追我。妈妈说不能爬，我妈妈说我们不能玩这个。有人在照相机，而且跟我来，有人在照相。小青爸爸。平公之下，历系史材，主攻主炮，材列家乡，公司者，各位，八太福音人子孙各车来，一旦三生九地风光弥繁。金轮彩飞，南洋茶，太阳早上来注重，来这家一年一度的树木之气，来强调商品供给以及有才刺激。发动谋财时期，从实质各位主攻主炮早期筹备来先搞人民各方面的意识去辅助基本经营了是强烈先导人民各位主攻主发早期筹备医生开辅助酒。来等我家去，早期筹备，强调也为主攻主发，看人下草看人，地球各位主攻主发，基本上啦。各方面的医生，信心到来项目，希望各国的主攻主马，比如各方面的所以事业之春人同节，向你慢慢享受，慢慢来学。这个乱跑啊！跟你讲。表演一下啊 ！Sun Beach。鼓励他说耶，要这样子啊？这样，我相信这是真的，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耶！我知道这都是真的，我是相信它是真的。你期末吗？期末黄金何处找寻？好了，特谢。
没有了。到了，老婆。这两个红啊！衣服看没有？拿一下，衣服拿一下，衣服拿一下，衣服拿一下，一家啊，一家，拿一家，过来，一斤过来。等一下，小智先，来，小智先，狮子的。真的，说谎的人哈，你手伸进去，它会咔嚓咔嚓哦。你如果有说谎伸进去，它会咔嚓。爸爸没有说谎，它不会咔嚓咔嚓。你有没有说谎？拿你伸进去看看。所以两模式对呀，俺考虑重的了，因为要不然呢，你到方言贵州来检查，你的是来安排，可能是会安排，所以这样搞，所以俺考虑啊，讲我那个很白菜他是看到，哎呦，出现之间，哎呦，你来对的哈，你要还嘛係咯，他過了呢，很白菜就是嘅，雞嘅份，這兩模啊，這兩老愛從背啊，金是背，金是背，東西街啦。你要把这两边给到了，好，爱金色，该给爱上嘛菜，摆酒。两条啊，你看看，太重要啊！在。
迄个叫武大天嘛，我讲武大咧，基本讲咧，俺定俺中间收入时间有哪中间啊？那中间啊，全部人上，那都人上。还有堂度就是第时间还是第哪间？系啊，还是问，还是问可以。下来。我老公正啊，找来找去，我你就是在结婚啦。安婷，安婷。哎呀，我不是我嘛甲在红中。啊。对啊。我也甲到点未啦，人来到我厝的啦，人来啦，厝头屁股，厝头屁股。啊，我来就没办法了。我不是我来就甲在红中。哎呦，过来。
食得瓜噶。我这电梯嗰度好大㗎。我起码啲朋友啲學生啊，在那工，家不出嚟，工不在，哦，这样子讲我相信婉婷，婉婷，婉婷，婉婷。哎，真的。你照看看。婉婷，反过来。哎嘞，哎，婉婷怎么丢进去了？哎。好冷啊！什么？什么？什么？好棒啊！这么多新车啊！现在的车你看，卖多少钱？婉婷。啊，这。婉婷，婉婷，婉婷。什么表演？
舀水，舀水不是吃了，舀水，赶快再舀，跟爸爸一样叫舀水。会痛痛，我跟你说。对，舀水，哎，舀出来，哎，再舀一次，舀给妈妈看。不对啊，不是这样舀，看爸爸教你怎么舀。对，这样舀。有没有？哎，谁吃？来，爸爸说好了呢。1、2、3，背给爸爸看啊，棒棒兔。慢慢吃。好的没？好，妹妹背着，你唱妹妹背着，赶快。好，那你抱着。好，那抱给妈妈看，抱给妈妈。好，唱歌。你背那么多个干什么？你要抱那么多个啊？是不是？你唱歌给妈妈听，赶快。好呢。你要唱什么歌？来，拿去那。那里会做什么？啊，小熊熊要吃奶奶了。你没有唱妹妹背着。好，谁跌倒了？你拿给小熊熊看好不好？看婉婷的。哇，放好。那是谁？你没有拿给小熊熊看。你在做什么？跟爸爸比3岁给爸爸看，3岁。你几岁？3岁。怎么比？3岁了。3岁，这样4岁了啦。3岁。啊，对。3岁。这里这样压比较好，好了，这样3岁。哎，对，3岁。你叫什么名字？嘴巴拿下来，也不是嘴嘴拿下来。你叫什么名字啦？38号，你叫温婉婷。爸爸叫什么名字？嘴嘴拿下来讲话。爸爸叫什么名字？爸爸啦。妈妈嘞？对啊，你叫什么？叫什么名字？你说我叫温婉婷。温婉婷，住在哪里？你住在哪里？几号？8号。几楼？1楼。你几岁？3
3岁。比给爸爸看，这样子。这样子叫3岁，现在是3岁，这样子，对不对？有没有跟爸爸一样？1、2、3。肯定数到20，赶快。1，嘴嘴拿下来。2、3、4。这样好不好？不对。嘴嘴拿下来，嘴嘴。要这样子才好。妈妈把嘴嘴拿下来。这样子好不好？妈妈。好，对，这样子3岁。你数1、2、3。好，老天自己拿。你数1、2、3。你数1、2、3是给爸爸听。对，这样子对。对，好棒啊！3岁。你数到20给爸爸听。这样子是什么？小小的什么？小的圆圈圈。要起床了是不是？要起床。穿衣服哦。哦，月亮也能看到天，是月亮，很脏脏哦。拿走啊！按白钢进来。哎，怎么关掉了？是把它关掉了。打开。电源那个字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电源 power POWE 啊？最上面那个。要对着它，要对着它。这个。有没有？那谁的？婉婷的啦。是谁的？那个谁的？啊，你搓汤圆。啊。啊，2个啊。啊，那你搓搓看，搓给爸爸看。搓。我是讲31号，对啊，我来，你若确定我来因为我来31号用到白天买给你搓给谁吃？那你搓拿给妈妈。拿给妈妈。没关系啊，拿给妈妈，搓的拿给妈妈。嗯。
说好了没啊？说好了没？捏捏捏啊！啊捏捏捏那你捏到什么东西了？你捏出来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东西了？掉了粘起来啊！哦，你那是什么？看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鹿。会不会？晚天会不会弄？爸爸一看，看什么？看，看什么？啊，那是谁捏的？捏，婉婷搓的啊？我是错的，啊，那个爸爸的，好，那个爸爸的，两个都是婉婷的，那个爸爸的，两个都是婉婷的，爸爸的，婉婷的。玩条例玩下，对对对。好好好。那是你看的。爸爸看，啊？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妈妈？有没有？玩只好滴啊，必玩。好，好啊，再见。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妈妈？有没有在妈妈在录了？有没有跟妈妈打一个招呼？爱你。有没有？爱你。好了没有？妈妈的药药。妈的药我是张卡，真不可思议，你成功了！你是一等一的猎人。电话，电话，电话要不要打电话给舅妈？好不好？跟舅妈讲话好不好？好，你说舅妈，我是婉婷，好不好？好，会不会讲？对，要不要讲？要，要，那妈妈打好不好？我听到，不要乱按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了解宇宙间有一股力量使我否定了而强，也不是控制，就连带走我父母的死神，也不再是大武士的恶魔了。电话，妈妈电话，都搞定了。我看哪天，这会是一件大物。喂，喂，一姐姐，我是婉婷，爸爸的，我大家，我大家，要不这个，要大大大。大大跳跳跳，是你认为他知道我们活着？跳大大跳，你怎么知道？两个跳跳，爸爸大笑，是跳把钱，跳爸爸，我不见了，安格斯舅舅一定很乐。是你知道吗？嘎嘎嘎，你要来的那个星期，喵，我爸说你舅舅安格斯非常跳跳跳。他把你跳大跳跳跳打打我不知道那件事情。打打跳跳打打，你要来我家住，别人他表示非常高兴。打马蹄，
说过，你的光环就很大哦。你那个小熊熊给他听是不是？喂，安迪，不讲话。不讲话，为什么不讲话？小熊熊。不会讲话。熊熊不讲话，那你跟熊熊说讲话啊。熊熊来讲话啊。爸。好不好？啊？张继勤。哪里？这里。这里了。这里做什么？大大。大大的。吃大大的，吃大大的。好，这样吃大大的。是啊，吃大大的。那个不要拿哦。比。比。这个我知道的，两个笔，两个笔，是，是，呀，把钱打。
藏起来。哎呀，你这样他等下搞不好拿来吃了。这个不能吃啊，人家不能吃啊，知不知道？是不是啊？跟爸爸说，汤圆。好兄弟，他救我，他真是去，还有暴风雪。可是他却被阳光给击败了。妈妈教你来这样子，这样子呢，压这就说的，压，这的确好，是放进去。差劲的地方。这个太大了，剥一半。哎呦，撑着点，拿一颗小小的，好，包起来，这样包。生命要活下去。捏，搓汤圆，揉一揉，搓一搓，搓什么？搓元宵。对，对，搓元宵。包红豆，包豆沙，放到水里，滚一滚。对啊，还要这样子，一个，两个，这样子呢可以摆高高的。哎，这个变成什么？几重呢？这样1、2、3、4、1、2。好，按这个，有没有？诶，你给爸爸看的是什么？爸爸你看。那是什么？ 1、2、3、几4。重的啊？对呀。看，这可以变好多好多花样，多东西。你要包起来，等下你又不能那个啊。嗯。要给它回复啊。最好知道。你不要包可以吃的啊。那里我去过1000遍了。它这样它就自己会混错丢了。垃圾桶，这个刚刚掉地上。我顺着主流下。他以后会把这个东西包一包拿来吃，不要教他。你觉得怎么样？哎，没有弄好，再弄好。好，弄给爸爸看。1、2、3、4。来，妈妈看。好。哎。好。好，举给爸爸看。拿你手上。好。很好。好，你跟爸爸说1、2、3、4、5、6、7、8。哎，这样。救命恩人给我们食物，还有哎，有没有压好这个动作？有没有？有没有？讽刺的是，有哈。我们的救命恩人，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凶神恶煞。他们不辞辛劳的带我们回家了。灯，好了，一起拿。赞赞赞赞赞赞。对呀。我们压一压，压一压，揉一揉，搓一搓，滚一滚。我们去拿那个来。咦？包什么？包汤圆，包元宵。没有，搓什么？搓汤圆，搓元宵。包什么？包红豆，包豆沙。来，妈妈教你。看啊，口泡蛋印在上面了。压压压压压，你看啊、咦，有没有？
一个圆圆的口，对不对？对啊。捏，好，放进去，压，捶一捶，这样子，这样子，对，捶一捶。好，你看看有没有一个圆圆的圆圈圈？哎，对不对？对哈，反正好厉害哦，反正也会搓，对不对？对。一楼搓什么？反正你这样比给爸爸看，哎，肯定这样子，肯定搓一搓，肯定这样子啊，老师们。哇，好几个啊！2个、3个、4个、5个、7个。这么多个，好多个，对不对？对，哈。你这样子搓一搓，揉一揉，搓什么？搓汤圆，搓元宵。包什么？包红豆。中华电视公司包豆沙。新荷塘筹办的港都之爱慈善义演晚会，3月25号星期一晚上，中学教师组、小学教师组、大学院校学生组、专科学校学生组，详情请下02-311-9125。你看，摇。被姐姐这样烫到，你看，那个姐姐你看脸上这样痛痛的，有没有？妈妈说烫烫的不能摸，你就要摸，烫烫的不能摸，知不知道？你看，那个哥哥你看，被水水烫到，你看热热的，好可怜啊。好大一个球球啊！来，妈妈丢，你捡起来啊！1、2、3，有没有这样子？哎！1、2、3，丢，来丢过来这里。请收看梦不子是，对妈妈这里。1、2、3，哎。1、2、3，嘿，妈妈捡到了，好，再来给我听。1、2，哎，哇，好棒啊！在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会心失望；遇到难题时，常常驻足不前，害怕错失。一样的球球啊，是不是？这是小的球球，这是大的绿色球球，那个是玫瑰色的球球。好来，一致反对，认为钱袋的重点没有这种。拿起来啊，藏在哪里？就派人请教孟子该怎么办。我看到了，在后面。这件事在于他。哎，爸爸看到了，在后面。只是5个月之间，滕文公都待在这里，居下没有发布。不，剪刀
的，就决定了本身的能力。感觉到扁扁的。这就好比未曾播种灌溉的农夫，竟然盼望丰收一样。哎呦！还有一点值得我们作为参考的就是，来啊，当大家不赞成投入工的时候，这样子。好，来，剪刀石头，你们这样子试试。剪刀石头。也会受到别人怀疑。哎，不啊！实际行动。不啊！啊不啊！行动才能真正的实现不啊！心悦诚服。信心是成功的开始，行动是成功哎呦！只要我们肯定努力不懈，原本显得困难的事也就能够迎刃而解。口水都流出来了。下次再见。哎呦！来。剪刀石头布。来，剪刀石头布，这样子。至少1人死亡，30多人受伤。剪刀石中华护照成了防守货。台北市松江路一栋大楼，今天有4家的敌社同时遭窃。小偷从底层太平梯破坏铁门之后，逐渐小心女偷窃护照，也是4人护照遭窃。至于其他窃内容，请看副当中的花式晚间新闻。哎呀！稍后请收看家家福。再一分。哎。真滑稽，炸鸡的滋味真滑稽。你怎么会这么滑稽呢？是吗？剪刀石。请收看家家福。哎呀！快来！快来！哎！快来！快来！好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退后，婉婷，车车要退后。是不是？好，车车退后。退后。你要抱两个是不是？
前进前进，往前前进。谢谢啊，你最小他的跟谢谢哦，快点。小熊痛痛哎，哎呦，好痛啊！怎么办？小心啊，慢慢来。你做什么？哎呀喂！他还给小熊做。那给小熊做啊，是不是？小熊跟给小熊跟小白兔做啊，是不是？好。晚天不能做。晚天不能做，怎么办？啊？晚天不要做，那你帮小熊推好了，好不好？帮他们推好。这样会跌倒。那你帮小熊他们推就好了。把他们推。慢点。那什么东西？不应该算认识吧？只有我一次面。那你再去排。我在看小灯。啊？喵喵。我只是想找他们帮忙。要。早上和我女儿在一起，晚上和我女儿在一起，花人家的钱，小年纪就想找大点的。你不是要聊吗？快点。第一份是小考卷，现在送过来。你打高高再关了，你现在还没有打高高，乖。要什么？我连去对积木赶快。看作100分。你在睡觉觉了是不是？去洗澡澡好不好？你看你头臭臭的，你给爸爸闻闻看，让你臭臭的。好臭啊！那您去洗澡澡好不好？好哇，好乖呀，妈洗澡澡了。头发丢在睡场。你脚脚为什么要老是这样颠着嘞？会座谈，希望日商复健公司能够说明6000万日元汇款流向。但是复健公司已经拒绝出席议会。虽然捷运局继续电传电文到日本，要求复健公司明天务必出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任何回应。市议员对日方拒绝出席的态度相当不满，市长王大洲则表示不愿意座谈。他是按照议会所排定的议程来进行。这案我们已经正式交给这个司法单位做一个深入的侦查，所以在这个阶段，我想我比较做的一个强烈的一个评语。而针对日商复健公司6000万日元的汇款议案，调查局专案小组明天上午将到台北市政府展开第一波的搜证行动。虽然市政府人2处已经提供了有关工程承包和国内合作公司的资料，但是调查局专案小组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追查国内牵涉的顾问工程公司。专案小组希望捷运局主动配合，并且提供承包捷运工程的国内顾问公司的资料。有纵火、自杀倾向或是开设色情行业影响邻居安宁的人，要当心被邻居赶出社区了。为了提升居住环境的品质，全国监管会议今天决议，凡是影响公寓大厦安全或是安宁的人，邻居有权利强迫他搬家。由于国内都市人口不断增加，高层化和集体化的公寓大厦越来越普遍。为了维护这种新形态住家环境的安全，全国监管会议与会人士达成共识。你再唱一次给爸爸听。
可能再唱一次哆来咪给爸爸听好不好？做什么？爸爸不要着急。那你关起来，好不好？好。爸爸关起来了。好。水水。水水怎么掉了？好多两个人两个。一个一个再把它一个走了一个下来两个掉了爸爸了。怎样？对。圆圈圈，三角形呢？三角形。爸，不，摔下来！快来！两张，快来！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折飞机啊？是不是？你会不会折？笔怎么了？掉下去了。你在折什么？飞机啊！你先画圆圈圈。先画东西，画圆圈，等下再撕。对，你先画圆圈圈给爸爸看。爸爸看。对，画眼睛、鼻子、头。头。太近了，眼睛太近了。太近了啦，婉婷。这样看眼睛会坏掉。眼睛坏掉。对。好，这样可以，好，这样子就好了哈。这样子不行。有没有画好了圆圈圈？有，这边。三角形呢？画的好棒啊！三角形呢？这边。那是什么？圆圈。爸爸被夹的。爸爸被夹的。爸爸。好。不是。来，再吃一口会好了。爸爸倒下。什么事？你看你爬得那么高。把它倒下。安哥给爸爸吃好不好？爸爸倒下。那你要不要吃苹果？婉婷在外面在下雨，是不是？有没有下好大的雨？滴滴答答有没有听到？有没有？有没有听到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你跳舞给爸爸看好不好？你跳妹妹背着，好不好？好不好？跳妹妹背着给爸爸看好不好？
婉婷叫什么名字？婉婷叫什么名字？婉婷，爸爸叫什么名字？婉婷啦。有个没有重加隧道，他们在上面。没有啊。在妈妈那边，妈妈，肯定你看看那个，你看妈妈那边，有没有？肯定的，你看，哎，肯定的。
前好了，对，往前往前。上去，好，转。推过来，婉婷。转过来。好，推进去，推前面去，推前面去。对，往前推。
慢点。大家都来把它看看。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咻，这样好不好？我跟你学像，我不要跟你这么啊！不要跟你这么远了，你都不喜欢我。真的啊，太奇怪了。阿姨保护你。小朋友哎。
怎么放桌上呢？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啊？